咁講到話跳舞，其實就算話我哋去參加運動會嘅時候咧，我哋喺個運動員村裏面咧，其實都會好多其他運動員側目或者用奇異嘅目光望住我哋，因為大家話睇到運動會，大家都嚟係比賽嘅，但係我哋成個 team 咧係化晒妝啊、梳晒頭啊。其實係一啲都唔似去做一個運動。Hello， 大家好，我係 Performance Fix 嘅 Sammy。今日咧我就邀請咗我嘅朋友啦，咁佢係前拉丁舞運動員啦，咁而家亦都係一個拉丁舞嘅導師，咁同埋兩本書籍嘅作者咧，講下我哋對於運動表現啊、動作嘅睇法啦。咁我就識咗Cedric都好多年啦，咁2018年識到而家啦。咁當時咧我亦都係有幫佢嘅 studio 嘅一啲小朋友咧，咁就去進行一啲動態運動表現嘅訓練嘅。咁Cedric 你都可以介紹下自己先啦。係啦，大家好咧，咁我係 Cedric啦，咁我係前香港嘅舞蹈代表啦。咁咧我相信咧，大家聽到話跳舞、拉丁舞、體育舞蹈咧，甚至都冇諗到佢會係一項運動。咁咧其實體育舞蹈咧喺過往都係一個運動會嘅其中一個參賽項目啦。咁講到話跳舞，其實就算話我哋去參加運動會嘅時候咧，我哋喺個運動員村裏面咧，其實都會好多其他運動員側目或者用奇異嘅目光望住我哋，因為大家話睇到運動會，大家都嚟係比賽嘅，但係我哋成個 team 咧係化晒妝啊、梳晒頭啊，其實係一啲都唔似去做一個運動嘅。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喺一個咁樣嘅角度之下咧，不如我哋反問翻 Sammy 咧，當時咧。對於你係一個動態教練咧，係專門去協助好多運動員去提升運動表現。咁當時你去話要 train 跳舞喎，唔知你有咩睇法咧？嗰陣時即係我亦都係出道唔係好耐啦，對於動作嘅認識其實都唔係好深嘅啫。咁可能我自己對呢啲我自己比較熟悉嘅運動，例如羽毛球啊、足球啊、跑步啊，咁會比較認識得比較多啦。咁但係去到拉丁舞呢啲好複雜嘅動態咧，其實係有啲難捉摸嘅。咁特別係嗰陣時咧，我喺佢 dance studio 咧，第一次見到佢表演啦，即係佢亦都係示範俾佢哋學員睇，咁有機會近佢嚟表演咧，其實係好 impress 嘅，見到好快啦，動作亦都好流暢啦，咁亦都係好有力啦。仲要我好記得嗰陣時係佢 studio 比較細啦，咁佢哋跳舞喐嚟喐去噶嘛，要不停咁移動。咁跟住咧係有啲位咧，佢又要踢隻腳啦。咁基本上隻腳好似喺你前面踢過咁樣咧，係有風嘅。咁但係嗰陣時咧，咁就會諗佢哋啲動作已經咁好啦，可以點樣再好啲咧？拉丁舞運動員咧，其實係符合晒你心目中對於好嘅動作嘅標準，有力加筋又鬆啦。咁基本上你係會諗到啊，咁究竟要點樣去可以變得好啲咧？咁所以其實喺呢個情況咧，我係逼住我要去諗好多訓練嘅方法，睇去揾你哋動作嘅一啲弱點、一啲盲點出嚟咧，咁先知點樣提升。咁或者你而家你都可以講下，其實你點樣去睇拉丁舞同其他運動嘅兒童？嗱，其實呢個咧就係當時我會開始，譬如話點解揾 Sammy 啦，或者開始去接觸真係更深入嘅一個乜叫動態提升。其實以前係甚至都冇呢個 term 出現過嘅，因為我諗即係唔單止跳舞，我相信係大部分運動啊，真係話動態提升啊，運動表現真係呢5-6年先至興起。咁好似我以前其實我由10歲已經真係算係一個專項，完全投身喺一個運動訓練裏面。係真係幾乎係全職，除咗返學以外嘅時間，其實日夜都喺度練習緊。咁其實無論到我而家都好啦，或者其實以前話想提升一個舞蹈表現啊，其實真係除咗話自己呢一個運動專項不斷去練啊、學技術啊，揾呢一個領域嘅老師去提升好啲，其實係未有試過話出現到底點樣先至係叫做提升運動表現。咁所以咧嗰陣其實有一個盲區就係話，咁我去做 gym 啦，去做瑜伽啦，做多啲 cardio 啦，其實就係只係知道我個體能好啲，但係其實會發現有好多掣肘嘅，譬如話我真係揾個教練，我日日去 train 體能，去 train 器械，但係咧係好馬上就會見到，哇個人係會越喐越慢，甚至係喐唔到嘅會。咁或者可能喺嗰段時間真係花好多時間去 train 瑜伽喎，諗住個柔韌性好啲，控制力好啲，但係咧都係啦，發現個控制力好咗，但係其實唔符合我舞蹈表現嘅需求，因為係會感覺到控制好咗，但係唔知點解係發唔起嚟。咁係真係接觸咗動態啦，先知咦原來關節係可以逐格咁樣 train 去提升成個元素。咁當時成個思維其實係會完全唔一樣。
我而家即係我哋過咗咁多年啦，即係我由18年去到而家，學咗好多嘢啊，見過好多運動員啦。我亦都會久唔久見到 Cedric 嘅表演啦，或者即係見到佢其他拉丁舞運動員嘅表演咧，我亦都會去諗其實拉丁舞同其他運動係咪即係咁大分別咧？訓練拉丁舞運動員身上所學到嘅一啲概念、一啲觀察，其實對於我教其他運動係咪真係咁大分別咧？咁其實好簡單，就係話 OK， 拉丁舞係好講你動作嗰個質量嘅，整體個人個流暢性啊，你嘅重心轉移做得好唔好啊，你同你 partner 嘅一啲張力嘅交換啊等等咧，其實亦都好影響你整體你出嚟嗰個俾人嗰個觀感，即係觀察你嘅動作上嘅觀感。咁就會諗啦，喂，咁呢啲嘢其實係咪可以擺到落去踢波啊，或者打籃球啊，或者係羽毛球身上咧？跟住我就會諗起一個 terms 咧，就係跑步咧有個東西叫做 running economy， 即係跑步經濟性。呢件事咧好 scientific 嘅。你跑1公里，每公里你嘅耗氧量係幾多？咁即係話理論上就係你個動作越流暢越好，你所耗嘅氧氣應該就相對越少啦。咁所以佢哋就會有呢樣嘢。咁你有跑步經濟性，咁其實你有跳舞經濟性，或者有其他運動嘅經濟性噶嘛。咁喺呢一樣嘢咧，咁我就會開始諗其實如果我將人體嘅動作所有關節都係咁樣，呢個概念可以擺喺拉丁舞度，我就可以擺喺其他運動嗰度。咁就久而久之就會令到我去諗，我究竟係點樣可以幫我嘅運動員喐得更好，而唔係淨係講佢越大力越好，越大力係會越好，但係只會提升到某個層次。爆發力越大越好，都只係提升到某個 level， 你心肺都係啦。咁慢慢去到某個程度就係其實去到你都係講你嘅動作質量如何咯。冇錯，係。其實非常認同 Sammy 啦，咁咧其實話到底拉丁舞係同其他運動有咩唔同咧？喺其實一開始嘅時候，我係會真係有覺得係真係好唔同，因為我跳舞係跳舞，運動係運動，即係就算你話跳舞嘅運動量其實好大嘅，咁但係其實比較難想像到，咁我跳舞同跑步有咩關係啊？因為譬如話跑步係可以轉化落好多球類運動嘅，因為幾乎所有球類運動你都要跑，咁但係跳舞又唔會有咁大爆發力嘅動作啦。咁或者話我練深蹲啊、練硬拉啊，咁好似我跳舞又冇話真係有一個咁樣嘅動作，因為唔似話我都好似玩球類，我點樣 catch 呢個波，其實你會有呢啲姿勢出現。咁所以其實一開始我係會有呢個 confuse， 我相信呢個亦都係點解好多人覺得我唔需要做呢啲嘅，因為我都冇做嗰一類型嘅，點解係要 train？應該喺拉丁舞嘅世界入邊，應該係好少人有真係呢啲專項體能，即係或者去做 gym 啊，或者冇錯。或者其實好多人我做 gym 係為咗我個肌肉線條好啲，而唔係為咗話我有呢一個功能性做到呢一個關節嘅動作。係啊，咁咧但係就好似Sammy 講啦，伴隨住我自己一路學習得越嚟越深入咧，其實就係發現真係咩叫萬變不離其宗，或者話點解呢啲叫做人體基礎動作，其實係任何運動都係由呢一啲基礎嘅動作去變化或者去 develop，所以其實去到最終嗰個動作個模型，正正就係由呢一度出發。咁但係其實開頭係唔知道，會有一個咁樣嘅迷思啦。冇錯，唔好話你唔知道，其實我當初都唔知嘅。久而久之就會去諗，我係咪我要設計一個好拉丁舞獨特嘅訓練動作？就係針對佢某個姿勢底下嘅發力，然後去設計俾佢去做呢。咁我以前係會有啲咁樣嘅諗法，或者有一個咁樣嘅階段啦。咁但係做下呢，咁我同佢又熟咗啦，咁啊認識得多咗之後呢，又覺得其實又好似唔係咁樣喎。即係有啲你整體人嗰個動作模式，你整體嘅人喐得好咗，咁你嗰個運動表現就自然就好啲啦。即係如果我哋諗人體基本嗰個動作能力係咁樣，咁然後你 on top 就係專項嘅動作能力啦。咁我哋希望咧係呢一 part 越多越好，跟住 on top 加呢一度專項嘅運動能力上去。但係咧，以我觀察咧就係、或者你都知啦，或者好多香港嘅運動員咧，都係基礎嗰度咧就可能得咁少，跟住好 focus 喺專項嘅訓練就咁樣加上去。冇錯。咁變咗咧就係你個根基唔穩咧，咁你其他嗰啲咧就會上到去。係啊，咁我自己有時會觀察好搞笑就係、你會覺得例如打波啦，你放低咗塊球拍咧就好唔似運動員嘅。
即係你會唔會覺得拉丁舞嗰啲即係一唔係跳舞咧，就好似好唔似一個運動員咁樣嘅感覺？都一定會有嘅。係啊，即係運動員嘅感覺俾人好即係好 athletic 好靈活啊，點樣喐都得啊咁樣。咁但係可能有啲即係有啲本身嗰個身體能力冇咁好，佢跳舞就好靚啦，但係可能關節控制啊、力量爭少少啊、各方面爭少少嗰啲咧，咁可能出嚟嘅效果就會爭啲啦。咁所以我哋都會覺得啊，其實拉丁舞同其他運動有好唔同嘅地方，但係亦都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嘅。係啊，咁咧其實呢個我相信都係今次我哋合作去寫呢本書其實主要個原因啊。咁最近我哋一齊去寫呢本新嘅拉丁舞解剖咧，其實點解要寫呢本書咧？正正就係唔係去寫一啲自己個人嘅見解啊、獨特嘅咩感受啊，或者一啲歷程。其實反而係我發現原來我跳咗成20年舞，即係我去遊走世界，去話揾呢個世界冠軍、嗰個世界冠軍，即係叫做揾行業最頂尖嘅舞者去做 training。但係其實咁多年嚟，從來未聽過咩叫動態訓練啦。咁咧，其實呢個都唔重要啊，係發現我自己一路學習咧，係原來自己係一開始話，就算接觸動態訓練，我問嘅問題，原來就算我嗰陣已經叫做跳咗15、16年啦，係完全職跳舞。原來我自己去問嘅問題啦，或者我自己想強化嘅地方啦，其實都係已經錯得幾離譜。所以就算話冇錯。我去揾動態教練啦，我想加強呢個關節，或者我展示一個動態俾你睇。咁譬如可能 Sammy 會剖析我個動作，我係做緊一個乜嘢嘅關節運動，協助我強化。但係你會發現之後，咦點解會強化完係啦，有力咗，就係啱啱你講有力咗，但係其實並唔能夠真係套用到去最終嗰個運動表現裏面，或者可能係咦明明加強咗，但係點解會攰得仲快？咁其實原來係自己個問題已經問錯咗，就係因為嗰陣我對於運動即係自己呢個舞蹈技術了解，但係其實唔知道原來人體係有啲咩基礎。其實就係因為冇建基喺嗰個力學基礎上面去 develop，所以嗰條路就會走得越嚟越遠。係咁喺呢度咧，其實都想帶出一個叫動作認知嘅概念啦。你對自己個運動嗰個發力個原理，我嘅觀察就係你對自己個運動嗰個動作原理，你越了解，即係好多人會好 focus 個動作外表嘅，即係例如跑步，隻腳要抬到90度，你見到高手就抬到90度嘅。咁但係咁係咪即係我要去提升個運動表現，我就要諗方法將隻腳抬到90度呢？定係之前嘅原因，所以令到佢喺嗰一個 moment，佢隻腳可以抬到90度？呢個就係個動作認知，即係你要知道我點解會出現呢個 shape，然後我就去做，我就去做背後嘅原因，令到我可以做到呢個 shape 㗎嘛。跳舞亦都係一樣啦。咁或者我都想問下你，咁多年嚟，你對於動作，你對於跳舞嘅認知已經唔一樣啦。你好搞笑，你之前成日話自己覺得自己唔識跳舞嘅，對動作對跳舞啦，有翻天覆地嘅改變之後，或者你可以講下有咩唔同啦，或者你覺得對於你再去而家自己去跳舞或者教學生嘅時候有咩唔同呢？如果話我經過咗之後咁多年，對於喺人體動態方面嘅學習咧，其實我會話將動作認知拆分為3個階段嘅。第一個係對於每一個重點關節，即係佢自己本身應該要有嘅力學動作啦。即係譬如話，膝頭哥其實就係屈身嘅啫，你唔會走去練佢，我左右扭下個膝頭哥啊，我左右屈下個膝頭哥，我屈唔到，我屈到佢屈到為止。咁其實係我首先認知咗每一個關節其實佢獨特應該可以產生到嘅動作，咁其實係呢個元素。咁咧去到第2個階段咧係整合啦，整合咧係人體7大動作嘅基礎啦。其實佢相對已經係一個全身性嘅動作。咁其實當呢啲動作喺相對單一同基礎之下咧，其實佢應該 suppose 係要點樣配合嘅。咁然後咧先至去到第3個階段咧，去到真係一個運動專項啦。哇，有好多唔同嘅協調點樣去加埋一齊，成為真係每一個叫做運動睇落去好似非常之唔一樣嘅地方。咁咧，如果話去翻頭先呢個階段咧，我覺得係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咧，係因為我差唔多退役嘅時候先至開始接觸或者學嘅。咁譬如話，可能我哋一啲舞步真係跳咗成10幾年㗎啦。嗰陣話哇上堂都上咗咁耐，但係當我再學動態之後，我再睇翻即係相對叫做一個動作分析，去分析翻自己以前以為自己一路做唔到嘅動作，其實可能一望已經
呢個咁樣就唔得咯。所以話點解動作分析啊，或者呢個元素認知係咁重要咧？好多時候我哋就係好似阿 Sammy 講啦，我睇到呢個動作，我條腿抬到90度，我哋就會一路專注，係咪我膝頭哥有問題，我大髀有問題啦？其實可能係盤骨嘅控制啦，重心轉移嘅控制，甚至根本就唔係能力嘅問題。原來係技巧上面，我缺失咗啲乜嘢嘅配合，或者我純粹係因為太過緊張啦，太過用力啦，先至令到我自己做唔到一個動作。係嘅，我會觀察到好多人係好似我初期咁樣睇嘢好狹窄，好狹窄就係你個髖屈唔到，一係就髖屈肌冇力，一係就髖伸肌好緊，咁或者睇埋個 hip 啦，咁即係睇埋個 hip 周圍嘅肌肉啦。咁但係其實都會覺得有盲點啊，即係你要睇好多嘢，即係睇埋個 timing 啊、協調啊、你動作嗰個理解、自己專項運動嘅理解係點樣啊、partner 協調嘅時候係點樣啊。咁你知道越多呢啲可能性咧，咁你去做出嚟嘅嘢，你去做出嚟嘅一啲 solution 解決方案，咁就會更加之好啦。咁除咗係頭先 Cedric 佢講話動作模式啦，喺嗰本書度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咧，就係我哋有提到關於動力鏈嘅。跳舞係一個全新嘅動作啦，甚至乎其實唔止跳舞，任何運動我哋都覺得係全新嘅動作。所以你要講全新動作，你就要諗到一個叫做動力鏈嘅概念啦。咁你用動力鏈去貫穿成本書，咁就去講我哋嘅上下身佢點樣去協調嘅。咁我呢個會係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啊，因為例如打波咁，我哋就會諗打波就係用手，咁踢波就係用腳。咁拉丁舞就係可能上身有上身扭，下身有下身咁樣扭。你可唔可以講下你學識咗動力鏈呢個概念之後咧，你點樣睇跳舞動作有咩改變啊？我覺得我接觸動力鏈啦，或者跟我有最大嘅啟發咧，係喺一個咁樣嘅視覺之下咧，佢係真係好具體客觀地講出點解隻腳同隻手有關聯，或者當你做訓練嘅時候，點解我左邊有問題會影響右邊？我哋會聽嘅咩牽一發動全身啊，或者話力從地起啊。但係好多時候我哋即係聽啊，喺訓練裏面呢啲係好抽象，你個能量啊，你個氣息點樣轉換？老師佢有呢隻眼呢個視覺睇到啫，但係學生佢 feel 唔到 sense 唔到喎。咁其實當時我開 studio，我教嘅全部都係兒童青少年嘅舞蹈選手啦，即係全部都係港隊代表啦。你要點樣真係好淺白地，你講到小朋友都聽得明嘅，而唔係同佢哋講一啲話天花龍鳳，即係將科學講到好似玄學咁樣。咁所以我話喺筋膜啊、動力鏈咧，係真係甚至係我自己學習嘅時候，係真係睇到原來人體係一個咁樣嘅脈絡。咁同埋咧係比我更加精準地去訓練，原來我哋睇好似跳舞係一個好大嘅動作，好多身體關節嘅協調，但係好似頭先 Sammy 講咧，其實係會有 prime muscle， 即係一個再複雜嘅動作，其實原來我揾到個 prime muscle 或者呢個最重要嘅 area， 好似話成日話中軸穩定四肢發力，聽到呢個概念啦，到底係點樣實行嘅咧？原來就喺呢個動力鏈裏面去解構到，原來我手嘅力量係由邊一個點開始傳遞，或者下肢嘅力量，我需要邊一度穩定，我先至可以能夠更有效地輸出呢個力。咁當有一個咁清晰嘅架構之後咧，你就唔會再將呢啲嘢拆到好似我有20個零件，我要喺一瞬間我要做20樣嘢。其實嗰啲都係最終嘅表象啦、結果啦，而係要真係揾到真係 prime muscle 係乜嘢咧？我發動機係來自邊一度？我覺得呢個係最大嘅啟發咯。我細個學波啦，咁我哋細個學嘅時候咧，咁就打羽毛球咁咪隻手用力啦。咁你有啲人可能殺波唔夠力咧，即係細力啲咧，佢就話我隻手唔夠力。咁但係我哋知道其實運動都係或者頭先話力嘅傳遞，咁有可能由個髖去轉，跟住到上胸椎去轉，跟住到肩胛骨，跟住到手，跟住再去到球板咁樣。我以前咧就係會覺得殺波唔夠力，咁咪吹胸啊、拉背啊、做嗰啲機啊，令到我上身肌肉膨脹啲啊，跟住二頭三頭啊 whatever， 即係或者係諗就上網睇啦，殺波動作用邊嚿肌肉，然後我就針對每一嚿肌肉，咁我就去練啦。咁我哋希望練到咧，個動作就會變好啦。我哋以前經歷過嘅呢個階段咧，好多人都有經歷過嘅。我希望即係大家可能睇咗呢本書之後啦，你對於動力鏈嘅概念有啲認知啦，甚至乎你睇下even 去拉丁舞一個咁複雜、眼花繚亂嘅一個動態嘅展現嘅模式，依然都可以用動力鏈、用人體基礎動作模式嘅框架
去做一個分析嘅話咧，我覺得任何運動都可以包含到喺入面嘅。係冇錯，咁咧所以其實話我寫呢本書其實唔係淨係針對話拉丁舞運動，因為其實話就算我係拉丁舞專項出身嘅，或者我係拉丁舞嘅教練又好，運動員又好，咁其實我自己係真係接觸過好多唔同嘅周邊訓練，即係我為咗加強自己跳舞，我去做瑜伽，我去學健身啦，跟住我又做好多譬如 animal flow、stick mobility， 甚至係真係要從好多唔同嘅運動，甚至話我去打羽毛球，即係話我打羽毛球關跳舞咩事？但係我其實會喺譬如話我打羽毛球裏面成個過程，我係會揾到好多更多嘅身體協調。咁所以其實呢本書寫嘅唔係話拉丁舞運動，只係其中用咗一個運動專項去解釋，其實同一個運動鏈，即係 suppose 佢係可以應用落去唔同嘅治療啊、運動矯正啊、運動專項啊，但係我只係用咗呢一個角度去剖析出，如果我用呢個運動嘅話，應該動力鏈係可以點樣銜接啊，或者點樣理解咧？咁其實我就算我跳舞，我都會去研究好多話跑步嘅力學、打 golf 嘅力學，其實可以話係唔關我事嘅。但係我正正就係要知道，原來唔同嘅運動專項係一個咁樣唔同嘅發力順序，喺佢唔同嘅動作裏面，我又揾到佢嘅共通點，我先至能夠更具體地解釋到俾學生聽。因為譬如好似我一講話呼吸係好重要嘅，跟住好多學生我呼吸我瑜伽有練過我氣功有練過，我唱歌嗰個啊嘛，但係每一個人講嘅呼吸都唔同嘅。咁如果我要作為一個教練，我要解釋到俾佢聽，其實係有乜嘢唔同，咁當中嘅共通之處又係點樣，我先至可以表達到俾學生聽，係應該點樣理解呢件事呢？或者而家喺唔同嘅情況之下，其實佢唔係啱同埋錯，而係我哋有唔同嘅動作模式嘅時候，我就有唔同嘅策略。咁亦都俾佢知道話，唔係我學嘅嘢係冇用嘅，或者係錯嘅。而係我哋當唔同動作嘅時候呢，我哋會點樣去應用同理解？咁其實就可以更加好地舉一反三，俾佢知道其實你知道咗咩叫動作認知啦、拆解，其實呢啲叫做底層邏輯，你就可以承接到去唔同嘅運動去訓練裏面啦。OK。好啦，咁啊今日就好多謝 Cedric 嘅分享啦。咁如果大家咧有興趣想買佢本書嚟睇嘅話咧，亦都好推薦大家買啦。咁就可以歡迎大家喺條 link 嗰度買，咁就會擺喺底下資訊欄嗰度。咁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去買啦。咁同埋同時都可以 follow 我哋兩個嘅 IG 啦。OK， 好 ，thank you， 多謝大家。